瑜伽經提到，當你被某個偉大的目標、某項非凡的計劃啟發時，你所有的想法就會突破他們的局限，你的心智會超越限制，你的意識會往每一個方向擴張，然後你會發現自己置身一個偉大而美好的新世界，祝福的力量、能力及天賦變得活躍，而你發現自己成為一個遠比你過去所夢想更好的人。所以我哋可以大膽地設立一啲目標或者係計劃，讓自己嘅能力更加提升，不斷超越自我，讓自己實現更加美好嘅生活，將自己嘅目標同夢想化為現實。請你一定要好似而家就已經擁有你想要嘅事物咁樣去說話，呢一個對你嚟講非常重要。吸引力法則會如實地回應你嘅想法同話語，所以如果你認為某件事物存在喺未來，你事實上正喺度阻止佢此刻嘅出現，你一定要感覺好似你而家已經擁有佢一樣。你可以俾自己一個屬於自己嘅空間，諗住自己最想要嘅一項事物，例如係人、事，亦或係物件。透過呢個練習去想象同感覺自己已經擁有你想要呢一件事物嘅樣子，用最好嘅狀況去迎接你所想嘅事物出現。當你一再練習吸引力法則嘅時候，你嘅想法同感覺嘅震動頻率會越嚟越高，佢哋可以震動到有幾高係冇上限，而當佢哋嘅震動頻率越來越高嘅時候，你嘅人生嘅境界亦都變得越嚟越高。而呢一個係一個一步一步嘅過程，要提升到更高嘅唯一方法就係按部就班。所以每一日盡可能感覺美好，盡可能去諗住一啲美好嘅念頭，咁樣你就會達到呢一個境界。祝福大家每一日都可以有所進步，讓自己嘅頻率得以提升。要完全掌握吸引力法則，就要完全掌控自己，掌握你嘅想法同情緒，你就會成為吸引力法則嘅主人，因為你已經成為咗自己嘅主人。當你保持美好嘅想法、正向嘅情緒，讓自己嘅想法同感覺都處於高嘅振動頻率，你就可以吸引到更加多美好嘅事情嚟到你嘅身上。因此，我哋只需要掌控好自己呢兩方面，就可以完全掌握吸引力法則。吸引力法則就係如此簡單地運作。冇人會故意為自己帶來唔想要嘅任何事物，但係好不幸嘅係，喺人類整個歷史當中，好多人遭受到痛苦、悲傷同埋失去，因為佢哋冇察覺到呢個比其他法則影響佢哋人生更加多嘅法則。歷史嘅進程已經改變咗，因為你知道咗吸引力法則，而且你可以創造你值得擁有嘅人生。你正在改變歷史。當你學懂如何運用吸引力法則嘅時候，你將會為自己帶來一切任何你想要嘅事物，藉此擁有更加美好嘅人生。你嘅份內事就係你自己，而且只有你。當你同吸引力法則一齊和諧運作嘅時候，冇人會擋喺你同宇宙之間。但係如果你認為別人會阻擋你想要嘅事物到嚟你身邊，咁樣你就已經掉入去負面性。請將注意力放喺創造你想要嘅事物上。你係你生命中神聖運作中心，你嘅夥伴就係宇宙，冇人可以妨礙你嘅創作。你嘅注意力從來冇其他人可以左右，只有你自己可以控制，包括你嘅情緒以及震動頻率。當你猶豫不決，唔知道應該轉或者係跟隨邊一條道路嘅時候，記得有一個人會知道，而且佢會喺你生命中每個做決定或者轉折處引導你。你要做嘅就係要求，並且相信你會接收到你想要嘅引導，然後就保持警覺，去接收你嘅答案。你走嘅每一步，宇宙至高無上嘅力量都喺你身邊，而你需要做嘅事就係依靠佢嘅力量，並且提出要求。
而呢一啲引導可能會用你意想不到嘅方式話俾你知。當你唔再感覺自己需要錢嘅時候，錢就會自然嚟到。需要錢嘅感覺係源自你認為自己嘅錢唔夠，而因為有呢一種想法，你先至會持續創造唔夠錢呢一個狀態。你一直都喺度創造，而講到錢呢一個部分，你唔應該創造缺錢嘅狀態，而你所需要創造係有錢嘅狀態。舉個例子啊，喺日常生活中，可能你會遇見一啲價格比較高嘅產品。當我哋見到呢啲產品嘅時候，我哋嘅內心千祈唔好覺得佢好昂貴，或者覺得我買唔起呢一件產品。假若你有呢一個想法，就會為自己創造缺錢嘅狀態。當我哋見到呢啲高單價產品嘅時候，我哋內心只需要同自己講，到底我哋有冇需要用到，而唔需要對佢嘅價格有所評論。喺著名嘅著作《你的力量以及如何運用》入面提到，我們的命運不是由某種外力為我們規劃，而是我們自己安排的。我們現在所想所做的事，決定了未來會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一切。當你學會控制自己的想法時，人生當中沒有任何事是你無法修正、改變或改善的。假若你對自己嘅現況並不滿意，就請你由你嘅思想開始改造，之後再踏出行動，改善同修正自己，時刻保持覺察能力，讓未來嘅自己變得更加美滿同豐盛。你越係試圖緊緊咁捉住某件你害怕失去嘅事物，越會將呢件事物推開。呢個想法充滿咗恐懼。如果你繼續堅持，你最害怕嘅事將會發生喺你嘅身上。請你唔好害怕任何事，只要思考你想要嘅事物，而呢種感覺對你嚟講會好好多。恐懼只會令你自己變得負面，讓你嘅情緒變得消極。當我哋人生當中冇任何恐懼嘅時候，思想亦都會變得正面，情緒亦都會變得穩定，而你嘅振動頻率亦都會相對地提高，你亦都會吸引到你想要嘅東西去到你面前。多謝大家嘅收聽，我哋聽日同樣時間再見，拜拜。